就唔可以被視為太過寬鬆啊，亦都唔可以話唔嚴厲。呢個確係彰顯到公義。智英先生已經係70幾歲，判刑20年嘅話咧，其實已經去到可能超乎一般人嘅年齡，就唔可以話係寬鬆。但係法庭好明顯同時間要強調呢個罪行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罪行，所以犯者係唔可以僥倖希望係會被輕判。佢要求外國制裁自己國家係一種背叛國家嘅行為，我相信好難有中國人會係認同呢種行為嘅。有人認為咁嘅做法係符合正義咧，我覺得一佢就係講大話，二就係佢從一個純粹政治嘅角度去講呢件事，希望呢個個案有足夠嘅阻嚇力，令到唔好有其他人重蹈覆轍，亦都係更加唔想國家係受到同等嘅傷害。